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蘇師傅時間啊，又係好啦。嗱，今次咧揀嚟嘅題目咧，就係咧點樣計多邊形嘅面積。嗱，點樣計咧？其實大家小學4年班都學過咧，就係咧咩叫分割法同埋填補法啦。咁咧喺以下例題咧，我哋就會用咧喺同一條數，利用咧分割法啦同埋填補法啦，分別咧去計同一個面積啦。嗱，先睇睇咧第一個例啦，叫我哋咧計算咧下邊呢個圖咧嘅面積同埋周界，咁嘅尺寸咧俾晒我哋嘅。嗱，首先咧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分割法，咁大家睇到咧右手邊個圖啦，咁我將咧呢一個咧多邊形咧分成咧兩個長方形 A 同埋 B。好啦，嗱，先睇翻咧長方形 A 嘅面積啦，就係得長乘闊，長就12啦。嗱，個闊咧就係咧43減19減5啦，就括住佢啦。咁等於12乘19啦。計到咧長方形 A 嘅面積咧就得228啦平方厘米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計長方形 B 嘅面積啦，就係等於長係43啦，乘個闊係9。咁43乘以9咧，計得係387平方厘米。嗱，最後咧，我哋將呢兩個面積加咗佢啦。咁所需嘅面積咧就係得228加387，咁計到係615平方厘米啦。同一個面積咧，亦都有第二個方法做，就係填補法。咁大家睇睇咧呢一個圖啦。咁咧我將咧就係咧一個大長方形啦，包圍住咧呢一個多邊形。咁首先咧要計翻咧呢個大長方形嘅面積啦，就係等於長12加9括弧啦，乘個闊43，咁都係21乘43啦，係計到903平方厘米。好啦，然之後咧我哋計長方形 C 嘅面積，係都係長乘闊12乘19啦，計到係228平方厘米。然之後咧我哋計長方形 D 嘅面積啦，就係得長乘闊12乘5啦，計到係60平方厘米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我哋用減法啦，去計翻所需嘅面積，就係將大長方形面積減翻長方形 C 嘅面積，然之後再減翻咧長方形 D 嘅面積嘅。咁咧所需面積咧係得903啦，減228，再減60。咁都係675減60啦，最後咧同樣計都係615平方厘米啦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要計咧呢一個多邊形嘅周界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可以將佢睇成一個長方形嘅周界啫。咁大家睇到咧，我將咧呢一個圖啦，分成咧就係咧啡色嘅邊同埋橙色嘅邊。嗱，啡色嘅邊咧其實等於長方形嘅長啦。而橙色嘅邊咧，係都係長方形嘅闊嘅。咁個周界點樣計咧？就係等於43乘2。嗱，將左右兩邊咧嗰啲直線處理咗先啦，再加翻啲橫線。嗱，橫線點樣計咧？就係12加9括弧啦，再乘2。好啦，43乘2啦係86啦，再加21乘2，咁計都係86加42啦。咁計到咧呢個多邊形周界咧係得128 cm 啦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